来听到这个郭文泰免保请回，第一时间激动流目屎的，还有郭文泰的太太陈佩琪。陈佩琪是一直鞠躬说道谢，感谢支持者的收听，千言万语拢无法度形容当时的心情。就看到郭文泰行出着地检署，陈佩琪是甲红晒染的，目屎一直流。已经是第69。目头见安安真欢乐。陈佩琪今仔日早起2点多出现伫台北地方法院门口口，甲支持者做会谈上尾仔的裁定结果。等待过程总是感觉时间过真久啊。一听到郭文泰是无保请回，本地头里里表情沉重的陈佩琪随即动家流目屎，各个边仔黄珊珊蓝条条，现场冒小草加油送温暖。鞠躬感谢小草的支持，千言万语拢讲袂出当时的心情。看到郭文泰行出来，陈佩琪嘛第一时间去甲迎接。半暝3点多，郭文泰一出现，现场的支持者随甲赞声，陈佩琪也随走去甲揽哩，欢喜甲流目屎。如果司法单位有问题可以传讯我，他不需要在清晨的时间里的。郭文泰在讲话时阵，陈佩琪自头到尾拢踮伫边仔。郭文泰伫保检踮将近3天，陈佩琪伫外口袅袅看，这几天的心情袂输咧些三温暖。听到无保请回，嘛总算会当好好休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